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7月8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宣讲上帝的信息。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14章1到11节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。那宣讲上帝信息的是对人讲，是要造就、鼓励和安慰他们。14章的第3节，经文的摘要主要谈到先知的讲道和方言的比较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，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、造就人。那说方言别人不能够领会，上帝的真理透过讲道者的传达，最重要是要让人听得明白、听得进去，并且能够得到造就。本段的经文再次处理12章有关属灵恩赐的主题，特别着重讲灵语或者是说方言这样的恩赐，因为它已经在哥林多教会引起纷扰。基督徒要追求爱和宣讲上帝信息的恩赐，因为恩赐能造就人、鼓励、安慰人和全教会，甚至比讲别人听不懂只造就自己的灵语更重要。这是保罗他在提醒这些信徒。使徒保罗在本章详细来讲到说方言或者是灵语和先知讲道的问题。当时哥林多教会在追求方言的恩赐上有些偏差，他们完全忽略了先知的讲道，只注重讲方言、讲灵语。保罗特别针对这种偏差加以纠正。全章主要的意思是，做先知讲道的才是信徒应当更留意追求的恩赐，因这是能够使教会得到更多造就的恩赐，而说方言只不过是造就自己。凡是引用这一章来讲解方言问题的，都要注意这一点，就是这一章的要义不是鼓励信徒说方言，而是对灵语加上种种一些的限制，另一方面却鼓励信徒追求做先知讲道。这里我们看到讨论方言显然不是如同使徒行传2章里面所讲的方言，而是一种人听不大懂的语言，好像舌音等等这一些。那信徒在某种十分迫切渴慕要与上帝交通的过程当中，却无法用他所懂的言语表达内心的思念时，神赐给这样的人，就是透过灵语或是方言的恩赐，让他可以用他不会讲的话语，把他内心的一些的情感意志来向神诉说。保罗他愿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方言，因为说方言也是一种圣灵的恩赐，但是他更愿意他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，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可见方言这受限制的必须翻译出来，才能够叫人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，才能够得着益处。但是做先知讲道的他不用翻出来，因为他是用人都能够明白的话来传讲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举出没有生命的乐器做例子，来说明任何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如果没有分别，那我们就不知道他所吹所弹的是什么。所以呢，就是没有生命的乐器，人在吹弹他们的时候，也必须要有一种规律和音调，才能够让人欣赏他所发出来的声音。那照样我们所说的话，也不能只有声音却没有意思，
必须说出大家听了就能够明白的话，才合乎圣灵感动人说话的目的。我们来思想，你对保罗所说的方言了解多少呢？你会想要得着这恩赐吗？那想要得着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的赏赐，让我们拥有各样属灵的恩赐，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善用这一些恩赐来造就人，使人更明白你的真理，在真理当中得着自由。弟兄姐妹能够彼此运用恩赐，配搭服事，好让主的名得荣耀，使人的心归向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鸿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